家好，我係 Cyrus， 歡迎你返到嚟跟我一齊學廣東話。今日我會繼續介紹唔同嘅交通工具。今日我想講下呢一種交通工具。呢一架係咩嚟㗎？呢一架係的士。的士喺香港，的士係一種好方便嘅交通工具。你可以喺條街度截車，的士，又或者用手機去叫車。的士可以直接車你去你想去嘅地方，所以好方便。對於趕時間嘅人嚟講呢，係非常之好嘅。香港有3種唔同顏色嘅的士，紅色、綠色、藍色。最常見嘅係紅色的士，佢喺市區行走，亦都係最多人搭嘅。綠色的士主要喺新界度行駛。藍色的士就喺大嶼山行駛。咁的士係點樣收費嘅呢？的士有一個咪錶，你上車嘅時候就會開始計錢。頭2公里嘅的士錢係一樣嘅。紅色的士頭2公里係29蚊，綠色嘅的士係25個半。而藍色就係24蚊。過咗2公里之後，就會根據你嘅行車距離而決定收幾多錢。你坐得越遠，就當然係越貴啦。咁如果你搭車嘅時候有行李，咁又點啊？的士司機可能就會收附加費。又或者你要行隧道或者天橋，都有可能有附加費嘅。大部分嘅的士都係收現金，不過都有啲的士會收八達通或者其他嘅電子支付。但最理想嘅就係睇清楚銀包有冇現金。的士係好方便。特別係你趕時間嘅時候就好幫到手，不過就會比較貴，所以你要睇情況決定搭的士定唔搭的士啦。今日我介紹咗的士，下一條片我再介紹另一種交通工具。下集見，再見。